阮的祈祷，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阮的心就充满上帝你所甲阮陪伴，你的真理、你的话名，甲你的慈爱。祝福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互今仔日的礼拜，我伫大学的时阵，拄到一个影响我一世人的一个牧师，伊的名叫林宗正牧师。伊拄伫台南大专中心咧服务，伊亲像我的大哥，嘛亲像我的老师。伊改变我真侪对台湾的看法。我跟我的太太，嘛是我的同班同学陈信辉，阮两个人做伙伫1988年，阮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差派，就来到德堂。19年前，阮来到德堂，迄个时阵，迄条路细细条啊，遐个厝拢是假厝啊，隔壁拢总是木仔埔。但是即马变做是阮德堂乡足水的公园。这个间教会有可能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服侍一个教会，伫真有限的、真细间的教会，有什种的可能性会当帮助这个社区？这间教会伫民国62年，因为工业时代，兄弟拢搬去都市，找工作，直到伫德堂这个所在，礼拜人数就渐渐少去，一直拢无进步。曾牧师甲陈牧师两位，因来德堂教会牧会了后，德堂教会人数渐渐加添，到即阵阮有100个。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这个礼拜堂原本伫社区内底是，互一丛足大丛的青仔树砸掉咧，所以社区的人对这个所在行过，因拢看到一丛树啊，甲一个亭，因的意识中间拢无看到有一间礼拜堂伫这个转角的所在。所以后来我就甲我的长老参详讲，咱的教会遮尔水，拢无人看到，安尼要安怎？伊就去安排，甲刷去边阮无甲伊撤掉，因为这丛树有伊特别的意思。当这间礼拜堂起来，牧师甲牧会友做伙种这丛树几10年的树伊留伫这个所在，伊是一个生命的记号。牧师是咧讲人好道理的呢，所以牧师恁这我做好人的呢，真好啊！做一个大家庭，要来管遮吼，要来讲互遮听，是安足艰苦，这足重的啊。足生活化的，咱的教会，我感想最好就是生活化，伊拢伫咧生活中来甲咱点醒，连阮妈妈都听有。所以阮后来有一个家庭，因信基督教了后，因决定要做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伫迄个中间，因就有一个选择，因决定要将伊的大厅，特别是迄个公仔妈，甲以前菜新明厅，迄个新明厅迄个部分，伊有想要甲伊做一个转变，伫基督教叫做圣别礼拜，这个新主牌的问题，放伫教会历史馆的一个真水的这个书柜内底，伫这个空间的内底，我写一句话。我甲伊讲，我将我的祖先交伫永远的上帝手中。到目前为止，阮有4个家庭，嘛真欢喜放心，将因的这种的祖先来交伫充满稳定的上帝手中。教会的建筑有真侪小角落，拢充分咧表达一种这个教育的功夫。比如讲，伫阮的壁顶，阮有写圣经内底一句话叫做阿嘎佩。阿嘎佩其实是所有希腊文内底咧讲4个不同层面的爱内底最神圣、最无私的。阮目前咧做的工作是中辍生，阮嘛希望中辍生的工作可以跟所有多元化的这种的社会福利工作可以结合。我以前是在台湾世界展望会工作，也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负责在滨海地区。在学院里面，我觉得从牧师也学习很多，像比如说庄牧师是领受意向的，那执行者是陈牧师。那在
陈牧师总是会告诉我们说，把最好的给神，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即使没有，我们仍然去做它。我们会有这个学员，事实上，庄牧师过去他大概有分享，主耶稣就是跟他的门徒说，你要让小孩到我这里来。那另外，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坐在那至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些孩子啊，他们的生命在一开始就遇到一些困难，他们的不管是他们是经济或者家庭的弱势，各方面的弱势他们都是那至微小的。所以我们坐在他们身上，其实就好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其实我本身我不太爱读书，然后我比较爱玩，所以我一年级就进来这里了。像基本的学科一定会有，在这里不一样的课程就是我们有拼布课，也算是一个家政课。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安排钢琴或者是爵士鼓。其实我们要什么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老师讨论。然后如果老师觉得 OK 的话，就会帮我们安排，其实都是可以沟通的。自然教会是一个心灵之家，心灵之家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让人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教会。我们会把这一群孩子就看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了。和健康的人跟不健康的人，所有人都会当生活在一起。我想这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梦，但是我相信这个梦是可以完成的。为义诊开始延伸一寡工作，上界大的工作就是迄个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我是民国1995年的时候到主堂教会的，我在这里受到很多真理的教导还有让我的心到这个教会，其实我是感受到很得接纳那种心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爱，而且有接纳的一个环境他们讲当时我有一点心里有一点问号，我想讲我有经过多少教会，其实因迄个年代对身障者无障碍的明白可能也无这么长久，所以当时我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我想要去德堂教会看这个牧师是不是跟我同款是身障者，所以伫迄阵我开始甲我的太太每一个礼拜拢着对婚姻的所在开车来到德堂教会，开始迄阵伫德堂教会的聚会。因为做这个身心障碍工作，延伸做即马因有伫外面成立一个协会，爱加倍的协会内面，嘛有做真济，已经照顾200几个残障的人真感谢上帝，这拢是上头看袂到，竟然会当安尼来发展。28年伫德堂教会生活的过程，我感觉这个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以马内利的教会。伫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哈该书》第2章第9节，伊讲这个礼拜堂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但是更较重要，佮落一句，上帝讲，伫这个所在我要享受平安。我感觉德堂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人找到平安的所在，这个教会嘛是上帝平安充满的所在。